家菜肴当中常用紫苏作为增香的食材，除了口感独特之外，它有去腥杀菌的功能。在苗栗公馆乡这里盛产紫苏，只身前来工作的黄映梅最大的兴趣就是做手工皂了。无意间发现它能够去污除油，动手做起了紫苏清洁皂。11节的感动时刻，带您来看看。嗨，我们今天要做紫苏皂，来，这个温度已经好，是刚好的。亲切地招呼来访的客人，这是黄映梅给人的第一印象。她制作的手工香皂口碑好，在邻里间早已传开，尤其是紫苏清洁皂。备好用料，纯手工搅拌，每一次至少30分钟。所有的材料均匀搅拌后，倒入模具中，盖上盖子，保温1天，接着再皂化2个月才能完成。都好了哦，我们就赶快盖起来。它对我们的肌肤的清洁效果，的油脂跟它有很好的一个抗菌、消炎、防腐的一个作用。我们运用在手工皂上。紫苏叶的功效何其多，不想效果打折扣，制作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。黄映梅每天帮紫苏叶做 SPA， 来来回回可得要洗上3次，确保叶片上没有虫卵，也没有灰尘。她笑说自己很龟毛，所以连紫苏叶的出生地她都要管。就好像，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化学很泛滥，更何况是农药，想到就会怕，所以就是想要往深山里面走。种紫苏叶的地点选了距离店面7、8公里远的山区有机田，换上农夫装，他扛起了锄头，拿上了镰刀，自己动手。今天不错哦，虫虫没那么多哈。把紫苏叶当作朋友，每天上山看看它们。有机施肥，不撒农药，讲求天然的结果，总会遇到不速之客。要把我啃成这个样子，好吧，明天还要再来一次。叶片被咬得体无完肤，黄映梅很心疼，但是也乐观地说，没关系，很快就会长出新的了。然后客家是紫苏，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成长生活。现在的紫苏清洁皂包装更精致，要拓展行销通路，也希望有更多人从紫苏叶看到背后的客家精神。紫苏做了手工香皂哦，紫苏清洁皂包装得更美，行销通路也就更广。山林里独特的紫色，浪漫地走进客家女生的心。3、4回的呵护抚摸，2个月的耐心等待，当淡淡的清香飘散，收成一块块的感动时刻。